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s 美斯。我去咗睇燈飾啊，去咗尖沙咀海運大廈、1881購物中心、半島酒店、西九龍文化區，我仲去埋元芳購物中心影免費相添啊！哇！我今日傍晚嚟到尖沙咀海運大廈，已經有好多人喺度影緊相啦。今年嘅主題係《冰雪奇緣》加迪士尼人物做主題，好多朋友都同唔同嘅主題人物影相添啊！另外仲有9米高嘅聖誕樹添啊！跟住我去到1881購物廣場，嚟到1881係巨型夾公仔機做主題。另外，我哋嚟到呢度都可以用建築物嘅背景嚟影相㗎。跟住我哋再去到半島酒店，今年都係同名貴品牌合作設計嘅。嚟到呢度，彷彿去咗歐洲一樣，俾佢大型嘅佈置吸引住。大家都會唔會想嚟呢度打下卡啊？Of cheer, a toast to the tune. We're swaying slow under the mistletoe moon, under the mistletoe moon so bright. 轉眼間，我哋就過到嚟西九龍文化區。佢今年嘅主題係西九聖誕森林。今年嘅佈置係超過60棵聖誕樹，其中一棵最高嘅仲有12米高添啊！佢嘅佈置仲有燈影隧道、旋轉木馬嘅佈置。仲有精緻嘅森林小屋，我仲見到好多朋友帶埋佢嘅寵物嚟影相添㗎。你哋會唔會帶埋你哋啲寵物嚟影相啊？行完聖誕森林，我哋就沿住海濱行。海濱嘅旁邊都會有唔同特色嘅餐廳，都可以喺度食個晚飯，欣賞下海景啊！我哋再行前啲，原來仲有啲好特色嘅攤檔，有披薩啊、漢堡包啊、咖啡啊、酒類啊，或者一啲特色嘅小食都有嘅噃。呢度仲設有座位㗎，可以同朋友、屋企人或者你嘅寵物嚟呢度都得㗎。我仲見到有手工藝品，有一啲嘅物品都可以喺度選購嘅噃。嚟到元芳，今年係同著名首飾品牌合作，係幾個巨型嘅藍色禮物盒，其中一個禮物盒仲係沉浸式嘅空間。光影視覺效果好似走咗入去夢幻飄雪小鎮嘅裏面，打卡效果絕對係一流㗎。跟住我仲影埋免費嘅相添啊！今日去咗幾個唔同嘅聖誕打卡點，你哋又想去邊個啊？希望大家鍾意呢條影片。俾多啲支持同鼓勵我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